一、血海柳黑珊瑚為什麼會裂？水分流失、過度乾燥。黑珊瑚生於深海，體內含結構水，長期處於乾燥環境，如空調房、暖氣旁，陽光直曬，水分快速蒸發，材質收縮不均，導致開裂。溫差熱脹冷縮，就冷就熱，如從冷空間進入熱環境，接觸熱水、暖氣，內外膨脹不一致，易裂。化學物質侵蝕，接觸香水、酒精、洗潔精、汗水等，會附蝕表面，破壞內部結構，導致龜裂。物理撞擊，摔落黑珊瑚質地偏脆，碰撞硬物，摔落易產生裂紋或斷裂。長期不保養，乾枯老化，長期不補水、不上油，材質變乾脆，年輪紋處最易開裂。二、血海柳黑珊瑚保護方法：日常佩戴，避免長時間曬太陽，靠近暖氣、空調，遠離高溫乾燥區。洗澡、游泳、運動、出汗多時務必擇下，遠離熱水、海水。化妝品，避免乳鑽石、金屬等硬物同帶同放，防止刮傷、撞裂。清潔與保養，日常清潔，用軟布、麂皮布、眼鏡布輕擦。撞污可用常溫純淨水泡10到15分鐘，軟毛刷輕擦。禁用肥皂、酒精、熱水。補水飲氧，定期用少量純淨水盤玩至完全乾透，或塗橄欖油、BB 油、專用保養油，均勻抹開後盤至吸收。新入手，先抹油，半密封袋放2到3天，適應環境，再正常佩戴。存放，不帶時擦淨，上薄油，放入密封袋。密封盒可放1小片濕紙巾不接觸，維持濕度。長期存放，單獨放軟布袋。至於陰涼、溫、濕度40-60%處，遠離乾燥與潮濕極端。盤玩與修復，正手盤玩，促進包裝，弱澤材質，減少開裂風險。輕微細裂，及時上油，密封保養，避免裂紋擴大。